太好啦！巴士到啦，巴士到啦！離開蜀國塔要去 Pisano Lodge， 1個小時30分，終於抵達 Pisano Lodge。行西落 Pisano Lodge呢個地方，好多年前我已經到訪過一次㗎啦。Anson De Thailand 2026嘅旅伴仍然都有非常醒神嘅虎標，而今趟咧就冇去 Petra Poon 啦，淨係留喺市中心慢慢行。行咗10分鐘，終於抵達啦！前邊就係、好，呢間就係我住宿，入嚟之後咧係一個好大嘅花園嘅，成個空間都係佢嘅。首先第一個空間咧就係咖啡嚟嘅，咁呢間咖啡咧雖然我冇幫襯，但係我覺得佢嘅裝潢真係有靚到㗎。OK， 入嚟之後，我覺得呢埲牆好有誠意嘅，因為呢度都係一個民宿啊嘛，所以所有住嘅朋友都會留低一啲倩影嘅。然後呢個空間其實樓上有一個 gallery 嘅，幾唔錯。當然啦，就算你唔幫襯咧，你喺度住咧，你都可以喺度 hea 嘅。好，穿過呢個之後，就係我嘅住宿啦。開咗成3個月啫，其實間房冇乜嘢嘅。嗰邊就好啦，咖啡入嚟之後嘅呢個位其實係有冷氣房同埋冇冷氣房之分嘅。呢個係冷氣房啦吓 OK。咁我覺得麻雀雖小都係五臟俱全㗎，佢嘅設施好鬼大嘅。好啦，就係咁簡單嘅啫。乾乾淨淨，我覺得 OK 喎，價錢都好值得喎，500泰銖一晚。呢個就係泰北好神聖，或者講泰國啦非常之神聖嘅屈崖大寺廟。大寺廟裏邊供奉嘅當然就係成功佛啦。而關於成功佛或者 Pisano Lodge 甚至乎係 Khao 嘅一啲介紹嘅話，睇翻 Anson De Thailand Season 2啦。6號籤喺滑崖隔離咧有一個市集嘅，你好多食品喺度。我呢度真係手信天堂嚟嘅喎，其實好靚啊！呢啲竹藤。呢個室內市集唔算太大嘅，不過想買手信嘅話就非常適合啦。接近6點鐘，而家行出去散下步。哇！今日天好靚啊，天好靚啊！Pisano Lodge 嘅市中心其實喺傍晚時分非常適合散步或者跑步嘅，甚至乎冇錯廣場舞，又或者仲有沿住河畔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動㗎。好似黃昏嘅時候咧，呢個成功佛嘅塔頂咧都會係特別閃亮嘅，因為個太陽嘅照射啦、反射。對面有一個 event。抵達啦，過一條橋，對面就係我要去嘅 event 嘅地方。冇錯，今次要嚟嘅咧就係呢一個 Taste the Local， 就係每年一次嘅一個 music fest 或者係嘢食 fest 嚟嘅。哇，好多人喎呢邊，要排隊喎，因為6點鐘食飯時間。我呢邊仲有一個地方俾你飲嘢啦，同埋聽歌。好。有啲烤麵包啦，甜品居多啊呢邊。呢個位置咧就煮炒嘅嘢比較多啊 ，pizza 嗰啲啊。Go green。Go green。OK，this one。啊 OK， 大級。好啦，買咗嘢食咧就可以喺呢個位置食嘢。OK， 我是但可以坐嘅，其實你講。得啦，今日食呢一個晚餐喺後邊就係一個市集嚟嘅，所以今日咧就食晚餐。你發覺咧，成個地方其實好細嘅啫。我發覺到我真係黑咗好多嘅咧，其實 OK， 因為每一次咧出去拍景嘅時候咧，都係烈日當空㗎，所以每一個景都係嗰種好攞景嘅，好辛苦嘅，唔係咁容易嘅 OK。但好彩，因為我今次嘅旅伴咧就有佢，Sensory， 冇錯啦。今次帶嘅除咗係洗面㗎啦，仲有就係沖涼㗎啦，仲有一款咧就係 lotion。咁呢個 lotion 都好簡單同埋好重要嘅，因為第一佢 pH 5.5啦，咁啊對於一啲算敏感皮膚都好適用嘅。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佢有雪絨花成分，咁呢雪絨花咧就可以滋潤翻，即係可能係你有平時唔夠水分啊，或者係曬傷咗少少啊咁樣嘅，咁啊可以保濕翻，好簡單嘅啫，即係搽上去啦嚇。其實搽面啊、搽邊度都冇問題，因為我都用咗成半個幾月㗎啦。前面嗰10日咧，暫時冇有用到，因為感覺到 OK 啦，因為都冇乜曬到啊嘛。之後就緊張咯，我基本上有時揸咗成日小摩托咧係曬到癲嘅，嗱係完全
潤咗好多嘅，咁就可以拍更加多靚嘅一啲風景。例如話以後嚟呢一個咧係曬到不得了嘅時候咧，我跑出去拍㗎 ，OK， 真係金碧輝煌嘅。而且如果你喺現場睇嘅話，係會有一種好震撼嘅感覺。嗱，呢個寺廟咧其實有成160年㗎啦，不過當然要變成金碧輝煌嘅話咧，其實係03年先至開始轉變嘅。好啦，上一次我嚟披薩魯洛係冇參觀到嘅，所以今次要好好地參觀一下呢一間非常靚、金碧輝煌嘅寺廟。超靚嘅呢一個廟。呢間寺廟暫時係冇收入場費嘅，不過你入到內部嘅時候先發覺，仍然都係裝修當中㗎，所以你都可以入嚟做一個禮佛嘅動作。咁如果你淨係想打卡嘅話，喺遠處打卡就已經足夠㗎啦。呢一個智慧神像啊，亦都係財神。老鼠其實係侍者嚟嘅，可以喺佢耳仔邊咧講出你嘅願望。我要發達，我要發達，咁啊得㗎啦。OK，let's go。好啦，天氣咁熱咧，就嚟 Central 披薩魯洛行下街，然之後睇場戲。好耐冇喺泰國睇戲啦，太正啦！睇 Spiderman。OK， 我呢邊賣緊嘅一啲周邊產品 hot sale 啦。呢一個得意喎。都唔係話平啊，180匹睇場戲。今趟嘅彭世樂之行只係留喺市中心慢慢 hea， 仲有揾好嘢食。下一集同你分享下，究竟我呢幾日喺彭世樂食咗啲乜嘢？真係早午晚三餐都非常豐富㗎，確實每一餐都好好味㗎。好啦，下一集再同你分享。